来摕起来较早来吼煞尾入来不要紧。这是要邀请咱大家来献开新圣诗第300首。咱来听琴弹一遍，咱来听琴弹一遍吼，来。阮真感谢你，至诚仁爱，你救阮脱离悲伤看界，让阮无后悔，偷放惊吓，欢喜就群你，得新生命。来，咱来吟第一站吼，来预备来。阮真感谢你。至诚仁爱，你救阮脱离悲伤看界，让阮无后悔，偷放惊吓，欢喜就滚你的新生命。第二节，咱做伙来读看卖啊吼，这个歌词来，为所事溃烂，阮来庆贺。罪人担变正，勇敢信徒，赦免阮对敌，齐声吟诗，担欢喜快乐，夜听会记。来，咱做伙来吟第二节，来预备来。为所事溃烂，阮来庆贺。罪人担变正，勇敢行动，赦免阮对敌，这声吟诗，担欢喜快乐，夜听会记。咱搁做伙来献开圣诗第574首，圣诗574首，那么来听琴弹一遍。这首圣诗咱就较熟，咱知今年是新春过了的第一个主日，愿今年咱所有的时刻，拢有上帝甲咱伫地。来，第一节就好，来预备来。你日子有时可主，感恩着。也心可主，虽然我的心真诚，心可主就的稳定，时时刻刻是求主，日子快过着可主，无论耶稣的包围，心可主就的稳定。第4节来，真一是人是可主，地虽恢复也可主，高为通一辈的主。这是我可主温书，时时刻刻心可主，日子快过着可主，无论下属的包围，心可主就。
恩惠。这是咱要用圣诗574首的美，就是新圣诗的后壁上尾后迄段，这是John McCall 台湾新南医的老师所写的一个祈祷。咱要用这个祈祷来做这个礼拜的开始，所以是圣诗第574首的美。意思就是献到圣诗574首后壁空白所在，咱要做伙用这个祈祷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上帝来啦！咱做伙来读哦，来，伫每日平凡生活的中间，上帝来啦！伫咱忧伤甲喜乐的中间，上帝来啦！上帝伫咱无用的街路伫行，伊也停脚伫残庄的小路，总是咱常常无注意到。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咧。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是咱要开始今仔日咱的聚会。耶和华啊，求你用慈爱，互阮来倚靠你，用信心来仰望你。这时，咱来唱圣诗第300首。阮真感谢你，至诚仁爱。请大家起来吟全首。
愿真感谢你一生真爱，你救阮脱离悲伤看解，怎阮无后悔，头帮行兄，欢喜就阮你的新生命，为所事开那原来天河，做人大变正勇敢心路，下面愿对着这些人生，大欢喜快乐也听会记，愿阮的生命做你我做。接受你好调，对吹是美，为上荣耀的百姓恩笑，为咱也只能免个骄傲，个孤主基督荣耀生命，对将是心道。你是我命，愿尊重救主，盼你加息，今日所无和平公义。这时，请大家有缘徛伫咱同齐，咱做咱的信仰告别，书读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人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文第43篇，也是以赛亚书12章。伫迄日，你会讲：上主啊，我要感谢你。虽然你有对我生气，你的生气已经煞，你有安慰我。看，主上帝是我的拯救者，我靠伊就拢免惊。主上帝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学称赞。伊是我的救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伊是我的祖先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恁会对救恩的罪泉欢喜的去伫迄日，恁会讲，要感谢上主，求伊的名，将伊所做伫地方报扬，讲起伊的名，就已经受尊重。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现。愿这个代志遍传普天下，伫主錫安的人啊，着欢呼唱歌。以色列恁中间真伟大，就是咱来三甲额头祈祷。阮所敬仰的阿爸父上帝，求你来赦免阮的罪过，加添阮的信心甲快乐。这个时阵，阮放下家己，无照你的教导来行，按照家己的意思来行的时，来思考，当伫完全当中无完全，才会明白，咱每一个人小心。甲欠缺，恳求伫白上帝伸出你的圣手来带领，赐予阮快乐、信心、勇气甲智慧。无论现今以前
搁较安怎会严重？天灾不断，地球的环境是安怎会改变？造成破坏，互阮心情惊也无安稳。原在只有你，你是阮的救主。伫遮，阮就为着咱台湾这个土地，咱徛伫这所在的国家来祈祷，求你来小事互阮，搁较侪信心。甘心乐意的献上，完全来顺服你，保守教会所有每一个兄弟身体欠安的，求你甲伊同在。甲咱的教会所有一切大大小小代志的运作，求你搁再保守阮每一个人，逐工的处置的平安。工作的顺利，身体健康，愿安的切切恳求，完全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圣经，今仔的圣经读的是《路加福音》第7章18节到28节，汉语本88页，74页，和合本88页。圣经安尼记载，约翰的学生将这的事拢总报因的先生知，伊就叫伊的学生2个人来，找因就群主讲：所要来是你吗？还是阮着望着别人来啊？迄2个人就已经到，就讲。兄婿咧，约翰找阮就群你讲，要来的是你吗？还是阮着望别人来啊？迄时，耶稣医好侪侪破病、痛痛的，患着鬼的，搁互侪侪痴迷的得着看见，就应讲，恁着去。将恁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报约翰知，就是青梅看见，摆开会行，太过会清气，臭耳人着听见，死的人搁活，丧凶的人得着听福音。既然无伫我来读到伊有福气，约翰所找的人去啊，耶稣。才提起约翰对众人讲：“你前出去旷野要看什么？是落地寒风吹叮当吗？恁出去要看什么？是人穿幼嫩的衣裳吗？你看，穿衫行雨、享受宴乐的人是伫王宫。安尼，恁出去要看什么呢？”先知知吗？是啊，我甲恁讲，也是较赢过先知的。这人就是经你所指示的讲，你看，我找我的使者，伫你的面前，你要用伫你的头前来批判你的路。我甲恁讲，互恁人所生袂有较大约翰的，总是。伫上帝国的4未世的，要较大意。以上，牧师已经行到遮哈。牧师今仔要讲的哈，题目是你伫听候啥物？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虽然伫疫情的威胁下面，但是咱今仔日来到遮。享受上帝话，甲兄弟姊妹互相的斗阵，所以我要邀请你，头前，后壁，虽然挂嘴暗，咱会当讲一点话，甲附近的人用咱的目尾、塞目尾啊，吼，迄个，我时常咧讲，这叫做抛媚眼吼，塞目尾啊，头前后壁的人剃头，然后请安，像是来讲新年恭喜。
我有听讲，咱45年来第一遍取消这个新春感恩礼拜，这是咱教会有史以来，在有人记忆中第一遍就来停止。唔知是这是上帝特别的旨意。有人同我讲，可能有另外一遍吼，总是有人咧同我讲，这伊拄着吼头一遍。不管安怎，当然是为着防止这个疫情佮扩散，总是求上帝怜悯也疼痛，互咱伫新春，这是拄好新年吼年，这个过了后的第一个主日，愿上帝恩典伫咱新的一冬内底，拢得到平安甲赏赐，伊所赏赐的快乐。咱做伙来祈祷。恳求主怜悯阮的软者，医治阮的有限，帮助阮，互阮虽然侪欠缺，甚至阮也惊吓有病毒。求上帝帮助，互阮伫阮所活的这个世代内底，有缘会当有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相信大家拢有听候的经验，咱若毋是等人，我相信有当时咱会等人，咱嘛有等车的经验。就是最近过年，真侪人会去买福袋，也是彩券，要中奖。Waiting for Golden， 这是一出真出名的舞台剧。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叫做山缪贝克特，伊的上出名的一个作品。这出舞台剧是描述两个游民，这两个游民有两个名。一个名叫做维拉迪米尔，另外一个名叫做艾斯特冈。不过，伫这个戏剧内底，因拢叫做弟弟甲哥哥，用两个代号来取代这两个游民。这个戏剧是安尼描述，这两个游民就伫一丛树仔的边仔下底咧等待果的。就是果陀，吼，咱来翻译做果陀，等待果陀。上时果陀若无来，因两人就袂当离开。所以因咧等的过程，因咧等这个人来，这个果陀来的过程，因就开始伫遐开讲话，两个人就伫遐讲话，后讨论过自杀是安怎自杀较好。后讲为着要开时间，因为因都无聊，想要开时间，所以就开始展开算手指的活动。哥哥不断试要烫迄支互伊脚疼的鞋仔，然后弟弟一直咧用伊的帽仔烫落来，搁递起哩，烫落来，搁递起哩。然后因也为着因所食的物件来冤家，嘛有真侪对性的幻想。弟弟搁较伫遐唱一条一直重复的悲歌。因伫这个戏剧舞台剧顶头，因也讨论宗教。后来有一对主人甲萝卜出现，甲因讲话了后就离开。无偌久。一个查甫囡仔出现，对因讲：“果陀今仔日未来，总是明仔一定会来。”结果，因只好继续听候。这出戏剧超越也是反转过去人的想象。咱拢想讲戏剧就是一出过一出对吧？
无即出戏剧完全无，得一幕尔，得两个人啊伫遐讲话，啊毋知咧讲啥。所以即出戏剧1953年伫巴黎来首演了后，引起侪人的批评。伫伦敦上演的时阵，互人踢笑；伫纽约百老汇演出的时人，甚至互人写讲这根本是笨拙的戏剧。直到1970年了后，才互人平反，互人称作20世纪上伟大的英文戏剧。评论家咧学了这出戏剧，呈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面对空虚、绝望的处境，迄种无奈、惊吓、无体通走，甲失迷真实的感受，总是另外一寡评论家认为，因所咧等待的果陀是咧披露上帝。作者上面指出，伫现实顶头，上帝敢若无伫个，迄款的空虚无毋茫，总是另外一方面，佮充满毋茫，因为明仔载伊要来。总是另外一寡评论家是认为，只有这两个人开始行动了后，果陀才会来，所以因咧等待的是明仔载的家己，但是明仔载伊会拄着的是家己。亲爱的兄弟姊妹，请问咱咧等待的是啥物货？咱等待的是要拄着上帝，还是要拄着这个新的年的新的咱呢？对路加福音一开始，主耶稣就甲行使的约翰的性命做伙交接做伙。对第一章到第二章，关系因出世前后的故事，详实也有言这两个人大汉了后的生活。虽然约翰安尼宣告，路加福音第3章16节，我今仔所用的版本，台语的版本是去年拄出版台语新翻译的版本，所以咱读起来会甲巴克利这本的版本无啥共款，总是较有意思。我等下会大家说明，这去年出版2021年出版台语新翻译的版本。路加福音第3章16节，咱做伙来读看卖吼，咱做伙来读来。我用水甲恁洗礼，毋久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得要来，我连甲伊头围大也袂恰得。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虽然约翰捌讲过这句话，总是伫路加的故事内底。伊袂捌，约翰袂捌指出，迄个互伊行洗礼的耶稣，就是迄位。所以，毋过有一位对吧？约翰袂捌指出耶稣就是迄位。所以，当约翰互希律安提帕王关伫家人的时，检采伊对主耶稣的看法有点仔犹疑，所以当耶稣伫家里的讲道、医治、显明上帝荣耀的时、权能的时，咱读到今仔日经节，路加福音第7章18节到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约翰的门徒将这个代志拢甲约翰报告，约翰就叫两个门徒来。找因去见主，讲你就是得要来迄位，也是阮着听候别人啊！亲爱的兄弟姊妹，伫约翰的问话内底，迄位，就是因问的
就是以色列人久长以来所听候的弥赛亚，就是讲基督。对旧约来看，弥赛亚就是先知传统内底亲像摩西的迄位。咱来读《申命记》18章15节就知。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恁的上帝要对恁的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我的先知，恁就听叹伊。亲像我的先知，这是摩西的话。《申命记》拢用摩西讲来准写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摩西亲像摩西的迄位。摩西伫以色列人的认知内底、历史内底，伊是拯救以色列人透开因互埃及压制透开路呢，带因出埃及的迄位。相时咱来读《申命记》18章，咱就知影所谓的先知，其实毋是有先知影，即中文理解叫做有先知影的人，毋是哦。先知若照《申命记》18章的记载，就是上帝托付伊的话语的人。先知就是这款的人，上帝托付伊的话语，予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叫做先知。所以中文的翻译会予人误解。摩西讲，上帝会伫未来世代内底赐下伊托付话语的人，就亲像摩西同款，因为安尼。当耶稣予寡妇的囝对死来割活的时，路加福音第7章16节，咱通到这段话，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众人拢非常惊吓，将眼光归给上帝，讲：咱中间有出现一位大先知啦。佮讲，上帝有看过伊的子民。亲爱兄弟姊妹。众人惊吓了，归应跟上帝讲的话，你讲毋是讲先知鸟，是讲阮中间出现一位大先知，所以因是咧讲啥？摩西的话应验，迄位亲像摩西的先知，今仔日互阮看去啊！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耶稣互人认出来第二个身份，叫做先知。所以，路加福音第7章20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这个人来到耶稣遐，就讲：施洗者约翰找阮来问你讲，你就是得要来迄位，也是阮着听候别人。约翰找伊的学生去问耶稣，这个问话其实毋是。不敬，对主不敬，毋是，因为伫第1世纪2000年前，当时以色列中间有真侪关系弥赛亚的争论，真侪人认为检采有无共积分的先知伫无共款的内容内底，有的先知是伫宗教内底，有的先知是伫政治的内底，总是这个先知。无的确是亲像摩西的迄位，了解吼？因有真侪讲法，所以无的确亲像摩西的迄位。所以约翰伫遮是咧问讲，上帝应允迄位亲像摩西的要来，阮相信这个应允。假使你毋是阮所要听候的，那安尼，阮会继续听候。那安尼，阮要继续听候。路加福音第7章21节到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时，耶稣有医好真侪辛苦病痛，甲互邪神附身的人，佮互真侪失明的人会看见，
耶稣应讲：恁回去，甲约翰报告恁所看到、甲听到的，就是失明的人搁看见，骹歹的人行路，麻风病人清气，耳孔未听见的人听见，死人搁活，散赤人有好消息传福音。主耶稣无直接回答约翰册内的两个学生的问题，无。耶稣是用以赛亚所描述的迄个画面来应答约翰的问话。先知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到第6节是安尼描述：讲迄时失明的人目睭未看见，失聪的人耳孔未听见，骹歹的人会亲像鹿着跳，未讲话的人会欢喜唱歌。先知以赛亚受掉，是伫乌西亚王死的迄当，这记载伫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伫伊个时代，迄个时代所有的人拢熟悉乌西亚王，因为照历代志下26章记载，乌西亚王伫耶路撒冷做王52冬。亲爱兄弟姊妹，我阁未捌听过有一个总统会当做王52冬，所以最厉害。这个人影响真大，上时也是南国犹大真难得的好王。伊杀赢非利士人，伊起造坚固的城墙，伊嘛起造一支训练精良、装备比较全的军队。伊发展经济，伫少年的时敬畏上帝，所以咱才会读到历代志下26章15节是安尼记载。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乌西亚的名声传到真远，国家真强盛，因为上帝帮赞伊。这是祭司的记载，所以祭司咧写以色列历史的时阵，认定伊头遐高是上帝咧帮赞伊，才有可能遮高。总是权力，互伊的头壳昏去。所以有一天，伊真骄傲行入圣殿，伊决定要接管属伫家己的属灵的代志，坚持家己要做祭司。虽然大祭司当时祭司头亚撒利亚阻挡伊，免得伊愚妄到犯亵渎上帝的罪。总是伊大受气，爱亚撒利亚离开。伊心内底想讲，家己至少嘛是一个成功的王，伊起做真大的事业。伊想要用家己的方式，亲像王甲王同款对等的方式，甲上帝交陪。伊想要掌控家己的信仰，甲掌控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其实就是人要利用上帝来掌握伊眼前的关系的方式。想袂到这个行动引来严重的后果，就是这位王乌西亚王，上帝予伊得到太高，虽上大麻风。这是后来新的台语的译本所翻译的，因为太哥来和这个皮肤病，因为咱知影大麻风是皮肤病，过去安尼翻译其实有污名化的可能，就是意思就是将迄个身躯得到皮肤病，咱拢来讲太哥，因为台语的译本就是太哥，总是毋是哦。伊只是得到皮肤病尔，了解我意思吼？所以新的译本就直接来翻译
得到麻风病，连臭耳人这嘛来改掉，因为这有可能来侮辱这个耳孔听袂到的人，所以就直接改做失聪。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现代台语译本的翻译，是尊重人。不过，对希伯来人来讲，这是得到这种病、皮肤病，这种病是一种象征。得到皮肤病这种象征，是将人内面的无清气公开给别人来看见。了解这意思吼？所以，这伫圣经内底，这是有象征的意义。所以，乌西亚王刷落来性命，甲这个世界隔绝，不止甲圣殿，也甲百姓隔绝。这个成功的王，伊的晚年是伫见效内底来经过。所以，咱通想象，当以赛亚入到迄个圣殿，徛伫迄个香坛的头前，迄个香坛的头前，拄拄好是互乌西亚王得到太过得到麻风病的香坛的台前，所以咱通想象以赛亚是偌尼惊吓。所以当咱读到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的时阵，咱知影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徛伫遐是偌惊吓的。总是以赛亚徛伫遐回应上帝的呼召。亲爱兄弟姊妹，这拄拄好是圣经咧对咱讲，上帝的圣殿毋是互乌西亚王来定义，上帝的年代也无属于伊，文化也无属于管理。咱的性命，这嘛咧讲咱的性命。咱的性命，毋是咱所活的这个世代所定义。即时伫你的王，或是总统，对咱应该安怎活，因无资格来决定。虽然咱难免会受到手机威胁，所以咱挡袂牢，有当时就会摕手机来看，什么人咧逗我来。总是，咱也无互这个科技所掌握甲定义。心理学嘛无法度对咱讲，咱是啥物人。亲爱兄弟姊妹，这拄拄咧对咱讲，伫一个混乱、无圣洁的所在，当人愿意回应上帝，迄个所在就真做圣。迄时人也互上帝定做圣，这就是主耶稣所行的路。希伯来文翻译叫做报好消息，伫希腊文内底就是福音。原文不只是报一个新闻消息这么简单，原文的意思是真欢喜宣告上帝的作为，叫醒咱。因为相信来充满喜乐，所以报好消息、报福音，这是以赛亚上早使用之字来总结上帝的话语。因为对咱讲，圣洁是上帝先用话语介入这个混乱无清气的世代，然后伊的话语内底有行动，所以伊的行动。互盲人看见，失聪的人听见，下狗开嘴。过去遐毋是属上帝子民的人，今仔日散落来，拢要成做上帝的儿女。换一句话来讲，亲爱的兄弟姊妹，啥物话叫做传福音？传福音。要紧的，毋是咱的成功，或是咱偌伟大，毋是。传福音的焦点是上帝。福音咧宣告，上帝是啥物人，伊做啥物代志，然后咱互伊呼召，
所以咱有迄个荣幸参与伊见证伊的改变。当咱回应伊的呼召时，那安尼，迄个所在以及咱虽然伫无清气、混乱的世代内底，总是咱会互上帝称作圣。这就是主耶稣的路。所以要紧的是，咱爱认得出来。所以主耶稣上尾才会安尼讲，《路加福音》第7章23节。主耶稣安尼讲：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真有福气。迄个过去的翻译叫做“钓达”啊，迄个踢钓啊吼，总是安尼的翻译更较清楚。主耶稣咧执行伊伫拿撒勒会堂所宣布的计划，就是上帝许年的实现。或者咱会当安尼讲，伊要带来是上帝文化。甲伊的路，所以请问咱等认得出来。假使咱若只想要看耶稣变神者，亲像魔术共款，那安尼，咱会求耶稣讲好，上好，互我今年发大财，做事拢亨通。那安尼，咱就看袂到主所行的神者后壁是上帝。因为伊人民所带来稳定，这才是叫做福音。假使咱若愿意回应伊，那安尼检采，咱就会伫这个无圣洁、充满病毒、混乱、悲惨的世界内底，咱见证参与主上帝所带来的改变。就亲像主祷文所讲的，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面。路加福音第7章24节到2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约翰车内人离开了后，耶稣才对群众讲起约翰的事。伊讲：恁出去旷野要看啥物？要看互风吹摇来摇去的芦苇是无？若毋是，恁出去要看啥物？要看穿高贵衣服的人是无？恁看，穿车花的衣服、生活奢侈的人是伫王宫。咱若读这段话，咱就知影主耶稣的听众应该过去也对过约翰，所以因会当比较，这两位先知所带来，迄个摇来摇去的芦苇，甲穿奢侈的衫、奢华的衫、生活奢侈的人，拢指迄个关约翰的希律安提帕王，这个芦苇安尼风一个吹到摇来摇去，然后风力较大的就压断，这个表示无可靠。上时也有一种讲法，就是希律安提帕王当时发行的钱顶头，就是芦苇。换一句话来讲，主耶稣咧问讲：啊，恁去旷野是要看遐个讲话无可靠、穿水衫、开面路的人吗？毋是吧？恁毋是安尼哦。恁无要看遐个坐官位、掌握权势的人。路加福音第7章26节，刷落去，主耶稣佮安尼问，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安尼，恁出去要看啥物？要看先知是无？是，毋过我甲恁讲。伊比先知搁较伟大。主耶稣一开始就学了约翰是先知，是上帝所请来，总是约翰不知安尼。路加福音第7章27节刷落去安尼讲，主耶稣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关系约翰，圣经有安尼记载：看，
我找我的使者，甲你做你的先锋，伊要伫你的头前，甲你开路。最后所讲，约翰就是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迄位弥赛亚的先行者，开路的人，就是亲像马拉基书第4章第50讲，迄位亲像以利亚的先知。虽然约翰真厉害、真好，总是约翰犹原属伫旧的世代。伊伟大的所在，就是伊真特别的使命，就是伊为上帝国、上帝的路、上帝文化来指一个方向，爱人做好准备。总是约翰犹原搁属伫旧的世代。所以，行神的约翰带来2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对教会来讲，对咱的教会来讲，第一个影响是洗礼。什么会是洗礼？今仔日到咱今仔日嘛同款，洗礼爱对悔改开始，这是人的洗礼上要紧的代志。第二，约翰甘愿为主的道路，通往人的心来做准备，总是。迄个照着主耶稣来新的时代，就是上帝文化内底，真可惜，约翰伫伊有生之年看袂到，所以约翰无法度伫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来伊看袂到，这也就是安怎耶稣会刷落去安尼讲2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甲恁讲。福音人所生的无一个比约翰较伟大，毋过伫上帝国上美世，也比伊搁较伟大。这是咱今仔日咱所有的人的好运，因为咱拢活伫主所带来的时代内底。这是咱的好运。今仔日是农历新年第1个主日。我记我细汉的时阵。我国小大概几啊年，我的老师伊是国文老师，所以几啊年一个开春，伊拢互阮一个作文题目叫做“新年新希望”。啊，我写几啊年，啊，然后逐冬我的老师拢讲，啊，你今年爱写无共款的哦。啊，想来想去拢想无啦，想无报。亲爱兄弟姊妹，请问今年咱有啥物款的愿望？咱要开始什么款的计划？咱今年所愿望要听候的是什么人？主耶稣的路对侪人来讲，毋是生活唯一的方式。实际上，世间上侪其他的路吸引更较侪人。伫咱今仔日的生活加文化的内底，侪人对主耶稣的路。真冷淡，或是真无知。日本小说家远藤周作、苏萨库伊斗，伊有一个基督徒的老母，所以伊早会就受洗礼。日本的基督徒比台湾更较惨，日本更较惨，因为日本的基督徒比率无到1%，伫台湾至少基督徒阁有3%到5%。所以，伊伫细汉的时阵，就侪班上的同学来体测。二次大战以后，伊去到法国，伊掠做去一个基督徒较侪国家，会当找到伊属神属灵的答案。结果，因为伊是日本人的缘故，搁一遍受到弃绝。后来，伊去到巴勒斯坦。伊去研究主耶稣的生平，去到遐，伊有一个全新的观点。伊发现耶稣也是互人弃绝，伊的厝边体笑伊，伊厝内的人感觉主耶稣起笑。主耶稣互伊上亲密的同伴出卖，伊的同胞宁可赦免一个。恐怖分子也无放伊煞，
所以过去远藤祖祖一直抓做基督教是胜利的宗教。后来，直到后来，伊才真正明白，耶稣亲身拄着受气绝、忍受苦难，总是伊无回避这的苦难，颠倒勇敢面对。当主耶稣受气绝，总是当伊顶十字架顶头的时，伊的祈祷是安尼讲：路加福音23章34节，伯亚下面因，因为因唔知因地做什么，伊愿意下面遐个气绝伊的人，这就变做日后远藤祖祖所写的小说内面基本的调性。远藤祖祖所写的小说，我要鼓励咱大家有机会会当读，去读伊的小说，然后了解，这就是伊所理解的福音。伊深刻体会上帝未提走咱的苦难，总是这位上帝上特别的所在，就是伊会甲苦难中的咱做伙伫地。这就是远藤祖祖的福音。总是亲爱的兄弟姊妹，请问你咧？请问，当你拄到这位主的时阵，属伫你生命中的福音是甚么货咧？但愿今年的你甲我，会当行迄条拄到耶稣的路，就亲像我过去的新南医的老师所讲的。当咱若拄着主，就会拄着新的家己。所以祝大家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ou。伫新的年拄着新的你，愿上帝话甲咱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主，你拢知阮咧听候。阮确实咧听候，侪好代志出现。总是主求你帮助阮，互阮更较明白，阮应该听候你。阮听候你，要拄着你，帮助阮，互阮伫今年刷落来每一日，拢有上帝你圣神换新阮心神。改变阮的眼界，互阮看见你要甲阮做伙伫地。伫每一日，你拢要想述一个新的我，活出上帝你美好的旨意。你拢要想述一个新的阮，互阮通教会，也会当活出上帝你美好的旨意。阮安尼向你求讨，求上帝帮助。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这是咱来吟圣诗第574首，每日就信靠主。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只有心可主，橄榄条也心可主。虽然我的心真诚，心可主就地稳定，时时刻刻心可主，日子快过就可主。无论啥事的包围，心可主就地恩惠，救主相信的出更，叫我罪人我得等。路中行行求着伊，拄着危险免要抓，心可主就地引带，时时刻刻心可主。日子快过着可主，无论啥事的包围，心可主就地恩惠，一世人心可主，得虽微薄。也可主，高为他一辈主，这是我可主恩属，时时刻刻是可主，日子快过着可主。无论啥事的包围，心可主就地恩惠。请坐。这时要奉献，咱请苏依玲。我看无了。啊，嘉禾只是奉献。
这是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迄时，什么人目睭要看，臭形的耳孔要来；迄时，摆脚的要着跳亲像乐，下到的字要唱歌，因为水清厝旷野，溪流清厝伫沙漠。以赛亚书第35章第50到第60，请。今嘛目睭要臭耳人的耳孔要来，迄时摆脚的要着晓亲像乐，下到的字要唱歌，因为水清出伫旷野，溪水清出伫沙漠。以赛亚书35章5到60。迄时，什么人目睭要开，臭耳人的耳孔要来；迄时，摆脚的要着跳亲像乐，下到的字要唱歌，因为水清出伫旷野，溪流清出伫沙漠。以赛亚书5到60。咱即摆来看就部内容。本州的事奉甲澳洲的事奉人员，请大家来注意，嘛来请咱即个月即周的长老甲执事，大家来斗相共来注意大家的服侍。即摆咱真侪周间的服侍有会暂停。但是今仔日主日学嘛犹原有开始吼。咱的小组的组织有线上的嘛有读经的，嘛请大家来来参与。顶面周报第2页到第3页，遮也阁拢有刊登咱教会逐小组大道的事项，请大家来注意来关心。第4页消息报告。本主日，咱2月份的中职服侍人员长老是王浩杰长老，执事是黄腾义甲傅西芳执事。团督部会议今仔中昼12点半，伫701会议室要召开，请牧师、部员、甲同工、甲顾问来出席参与。小会消息，这拢是咱各大圣歌队甲各礼拜这的献诗拢暂停，少年团契的组织暂停，等疫情较稳定了后，才来公告咱聚会时间。第三，咱的3场礼拜，这个礼拜青年的礼拜是暂停，但听后看后礼拜大家拢是毋是拢开始恢复吼？大家较注意就是请大家犹原爱挂喙红、量体温，手爱用酒精来消毒而且大律教会，请你用199的简讯10连制爱登记吼。教会消息。2022的会员互会伫2月20来举行伫咱的4楼，但是伫咱的4楼公布栏遐有公布咱的会员，请大家去看卖吼迄在职会员你的名有伫遐无抑阁出外吼，大家来关心者。2021年全教会的圣经速读。即马速读的兄弟呢，完成的来请去1楼遐公布栏1楼1楼哦，公布栏遐去登记来统计咱的人数，看有偌济人有参与伫内底。2022年咱的线上的硕士班，即马嘛是开始请若是伫咱的中间，是你厝内已经有资格会使来受洗，来鼓励伊来参加报名。
到咱的办公室来报名。教界消息，为了要庆祝马街150周年的联合庆祝大会，伫3月7日早时10点，伫台北才有一场活动。这报名是到2月7日截止。咱教会才有一台车。报名呢，伫咱的群组遐，教会的事工群组遐有报名请大家来去注意好，过来就是咱的2月13，合作社要开会，请这李干事才来出席。大多数项都是咱教会遮身体欠咱的请大家用电话也是用来去甲伊关心，带导。嘛替咱教会遮牧师甲咱中职遮团队甲团契遮的服侍，请大家来为咱来带导好，以上，请牧师有啥补充报告？来，我来补充报告。我先介绍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这个过年的时阵来桃园啦，我无转去台南伊来桃园，甲阮做伙组织老淑华牧师娘我爸爸嘛是牧师啦，所以会当叫牧师娘。我妈妈上骄傲的2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牧师娘的身份，所以伫台南人拢叫牧师娘，无叫牧师妈啦所以不要紧，咱免称呼伊拢会使。愿上帝恩典，也甲我的妈妈做伙伫地互伊会当伫煞来这2天我会再去看医生了，伊就转去台南因为北部伤冷加咱即摆甲南部的温度差不多10度啦。咱知影，差不多要10度对台中落雨了后，就看会到日头总是北部伤冷啦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不管伫倒落，拢有上帝完全的引带。今仔日有2项代志一项是杂志，一项是开始就是会员，咱要伫2月的第3主日来举行会员好会，所以已经开始公布会员的名单，就伫咱的公布栏。所以请咱等者转去的时阵，小可看者，看咱的名有伫顶头无？然后咱会公告2礼拜了后，咱还要举行，就是2月20号，咱要举行会员好会。所以请咱去看者，若有毋对，请甲咱的小会员来讲来更正。第2项是一项杂志，就是3月6号迄天，咱有北大的马街纪念150周年的联合庆典礼拜。这个礼拜已经前村长老已经伫这个教会这个公布栏顶头有互大家知，互大家报名。今仔日是杂志的日子，所以咱若想讲要参与3月6号，虽然阮拢咧祈祷阮拢想讲毋知办会成办袂成啦，我毋知影。就是阮我是目前我是德中的书记，所以我拢咧祈祷讲这到底会办会成办袂成总是不管安怎，咱若想讲要参与迄天。3月6号迄天的礼拜，咱会照常，意思就是讲咱无取消啦咱会当留伫遮礼拜。总是咱若想讲要去参与这个庆典真侪人，迄个伫台北和平篮球场大概是几千人会当组织的礼拜，咱若要去参与，请咱简村长老报名。今仔日这场是到今仔日杂志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疫情的内底，咱虽然保持距离，总是咱的心并无距离。上帝听，要甲咱做伙伫地。总是我嘛要邀请咱大家为着台湾这个社会甲土地来祈祷，求上帝赏赐平安，就伫咱所伫地生活的所在。请咱也持续为着咱的教会祈祷。所以，假使若伫线顶礼拜无来到遮参与，我也要邀请咱兄弟姊妹，今仔日
请将今仔日的奉献，就放伫一个信封内底，然后时间也会好势，你若感觉稳定，你也要来，请咱就早奉献来。啊，今仔日因为咱新春礼拜有取消，所以就业。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能救主耶稣基督，天边稳定主庇，天边上帝救赎大好，家来亲像家己，家来亲像家己。诚心观念，甲人感动，徛起甲人心内，三位一体，甲人相通，只是甲万世代，只是甲万世代。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要伫耶稣基督保守咱的心、咱的念头。各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的恩典，伫咱中顶面常常甲咱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